各位鄉親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講個碉樓巴之閉古仔。你睇有冇諗過，好多碉樓都整晒羅馬柱、玻璃花窗、西式穹頂、中式雕塑，甚至塔頂仲裝埋大笨鐘，成棟碉樓簡直靚爆鏡。呢啲唔係擺明話土匪大佬，我屋企好有錢，快啲嚟搶啦！你話係咩？但係當時嘅金山伯就係咁矛盾，明明建樓初衷係保命，點解越嚟越中意整到成座皇宮嘅？其實呢個現象正正反映住當時僑鄉社會嘅心理大轉變。早喺清末，金山伯漂洋過海揾食，賺咗錢第一時間寄返屋企起碉樓。嗰時嘅樓真係周身刀，槍眼多到連烏蠅都飛唔入，牆身厚過城牆都係保命為先。但係到咗光緒年間，風氣慢慢變啦。有啲華僑衣錦還鄉，好威水嚟講，我響舊金山挖咗10年金，點可以俾條村睇衰？於是起碉樓唔再淨係講實用，開始學西洋人搞雕花穹頂，裝彩色玻璃窗，成棟樓好似歐洲古堡咁。但係金山伯有佢哋嘅道理，我哋錢係光明正大揾返嚟噶，點解唔可以光明正大晒出嚟？光宗耀祖亦都係多數中國人嘅精神動力。於是碉樓從單純嘅防禦工事變成家族榮耀嘅勳章。有人起7層高碉樓，有人用進口鋼材做樓梯，最誇張係有啲連廁所瓷磚都係意大利運返嚟噶。評論區話我知，你屋企組屋有冇嘅為咗面子嘅得意設計？分享俾大家啦，關注我，下期內容相當勁爆。